兄姐平安。这是咱吟诗学乐的时间，咱做阵来串联诗歌。首先，咱来看圣诗303首，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乐你。伫个透早起来，咱就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咱真欢喜，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咱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服侍伊。所以咱用诗歌来学乐伊。所以这是咱来唱303首，主我要学乐你。我要服侍你，咱做伫个来礼拜堂，咱来敬拜上帝，上重要就是要传耶稣的福音。煞只，咱来看圣诗27首，我主上帝。这首诗歌非常的好听，咱会用祈祷的心情来唱这首诗歌。这首咱嘛同款，咱唱第1节甲第2节。
信息159首。这首诗歌，我会记得嘛是马街牧师伊上爱的一首诗歌。主踮伫咱的心内，因为主伫咱的心内，所以咱安然自在，咱无惊吓。因为这世间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是咱所爱的。每日我心心笑脸伊无停，耶稣伊做咱的光灯，互咱有光明。这首诗歌，咱共款，咱来唱第1节、第2节、甲第3节。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来啊，咱来唱歌，学到上主，咱来请求，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咱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超越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咱三个来吟诗，圣诗第303首，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到你，请起立。请大家依然徛伫，做额头的祈祷。至尊至高的上帝，你统合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你手内。你创造宇宙、海洋、大地，伫科学、生物、音乐，拢有你奇妙的设计，互阮伫身躯、心理、心灵拢当明白你。伫各方面都明白你敬畏你的大权能，也用安尼来，互阮的心、灵拢得到健全。阮来感谢你，你掌管阮的年岁，看顾阮头前的路程，无论是欢喜的事、艰苦的时刻，你拢同在。阮感谢你，也感谢你使阮信仰同伴。阮无论拄着什么代志，都会当互相带倒。伫早时，你用异象互人明白你；伫梦中，你甲人讲话。现在，你有缘将信心降落互所有人，互少年人会当看见异象，老人会当做梦。阮为了你的启示来感谢你。总是有时，阮知影你的旨意，却无去行，忽略了信心的感动，求你赦免。有时阮生气，直到心神失迷，讲歹听的话，做歹代志来伤害别人，也伤害家己。
求你赦免。昨日甲今日举行各种教育会考，求主帮助学生，互因有健康的身体，面对压力时会当平静安稳，发挥平常所准备的。阮当中若是有人因为身体缘故，无法度来教会，伫山顶做礼拜，求主看顾因，身体欠咱的，求主赐福，互因早日康复；心灵困苦的，求主赐平安；服侍野善无力的，求主加添气力。阮的教会需要你的带领，使信心甲阮同在，互阮的心清气，灵正直，有气力来帮咱，来关心人生倒退、困苦的并且兄弟，互阮的教会有仁爱甲真理充满。这时，我们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为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做伙来启应，请你掀开信息后面第1003页，启文第5篇，启文第5篇记载伫诗篇第8篇，咱做伙来启应。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去做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啥物？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27首，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请起立。
请坐，咱三个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当时真囝儿，要用恭敬的心来听你的话，领受你的教示，恳求圣神降落，甲阮同在，互阮不止明白你的话，会明白透过梦。你的旨意甲作为，阮当谦卑，甲你相同行，来归因光互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请咱三个来共读圣经，记载伫但以理书第2章5节到19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但以理书第2章5节。王甲因讲：“我已经决定，爱恁将我的梦甲我讲。恁若无将我的梦甲我讲，佮解说互我听，我就要斩断恁的骹手，恁的厝嘛会变作粪扫堆。毋过恁若甲我讲迄个梦甲梦意思，恁就想会得到礼物，佮得到极大荣耀。”现在就将迄个梦甲我讲，佮甲我解说。因佮一遍甲王讲，请皇上将你的梦甲你的仆人讲，阮就会甲王解说。王就讲：我早就知，恁咧拖时间，因为恁知我讲会到，做会到。恁若无要甲我讲迄个梦，我就甲恁判刑。因为恁强谋要骗我，听候时势改变。当恁就将迄个梦甲我讲，我就知恁真正晓解说迄个梦。遐个神上家佮对王讲：世间无人会当将王爱知的事讲出来，也毋捌有君王、大臣、统治者要求术士兼法术的神上家做即款代志。皇上问的问题实在真困难，除了神明以外，无人会当回答皇上问题。因为安尼，王非常生气，下令要杀死巴比伦所有智慧的人。这个命令一发出，人就去找但以理甲伊的同伴，要甲因杀死。王的侍卫长亚略出去要杀巴比伦有智慧人的时，但以理用婉转智慧的话，对王的侍卫长亚略讲：王是安怎发出遐尼紧急的命令？亚略就将代志的经过甲但以理讲，但以理就入去见王，请求王延长期限，通互伊甲王解说梦的意思。但以理倒去伊的厝，将这个代志甲伊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阿沙尼亚讲，爱因祈祷，求天顶的上帝怜悯，将这个梦的奥秘指明。
互因毋免甲加比伦有底的人做伙受台。彼暗上帝就伫异象中将迄个梦意思甲但以理启示，但以理就上赞天顶的上帝。下面要请圣歌队希望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来就近我。爱就
即时请张仁和牧师讲道，题目是“上帝是梦佮奥秘的启示者”。上帝是奥秘的上帝，敢毋是吗？一个人敢有法度，搁去看到30几年前的家己？两位兄弟，黄牧师、陈牧师、林牧师，大家平安。我无法度想象，家己竟然会当搁转来到伫即个所在。甲大家做伙敬拜上帝，我搁较无法度想象，会当徛伫即个所在，甲大家做伙分享圣经的道理。30几年前，我是伫即个所在，甲我的牧师娘秀文伫遮熟识。30几年前，我也是参像圣歌队的队员，坐咧即个所在。踮遮吟诗学了上帝，这南教会有我真侪水的回忆，是我惊我的牧师娘永远拢无法度袂记哩的。上帝恩典，上帝怜悯，嘛是上帝奥秘的隐藏，互阮会当过一遍，等来到伫即个所在。一个人是毋是当搁再去看到30几年前的家己？伫拄仔圣歌队的歌声中，我有答案。我认为会使。通过歌声，通过歌声的回响，通过圣经的分享，我若像搁坐迄个时光的列车，转去伫家己30几年前的家己，上帝实在是奥秘的上帝。今仔日的经文是有关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书这本册伫圣经中受归入做圣卷中的启示文学，较毋是属伫先知文学的经典。这是咱探讨这本册时阵大心爱注意的所在。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启示，但以理书是启示文学。启示这个字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显开，或是显明的意思。规本的圣经在强调启示的源头是出对上帝。启示所以来发生，是为了要互人认捌上帝，明白伊的旨意。所以圣经记录上帝常常照着梦或是异象来向人传达伊的旨意。这也是古早西亚的人民，特别是君王，非常重视明梦的原因之一。既然梦伫古早受当作是上帝甲人交谈的一种方式，安尼要安怎了解梦所代表的意思？要安怎解说明梦内底奇奇怪怪的内容？这就真做当时辅助君王的人神，还是顾问上界重要的专业。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第2章一开始，就有提起，伫王的身躯边，有的官员是专门负责宗教的事务，甲行法术的人。因主要的工作就是替王解梦，解说明梦的内容，甲伊所代表的意义。这个人，这个官员，包含术士、行法术的、行邪术的，甲星象家等等。广义上来讲，这个人就是古早互人看作是上界有学问的智慧者，也因为安尼，因成做王治理国家上重要的顾问。啊，若是但以理甲伊的3个朋友，伫当时也是王的顾问团体中的成员。这表明
受掠伫巴比伦帝国的犹太人但以理，伫当时伊也互人看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若是安尼，但以理的智慧包含伊解梦的才能，到底甲其他服侍王的顾问的智慧才能有啥物共款，还是无共款的所在？今仔日的经文，但以理书第2章一开始就讲起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圣经作者强调，这个梦互王的心乱糟糟、惊烦、困袂去。对这咱就当推测，王所做的梦是好的还是歹的？恁要看卖？这个王伊精神了后，心情足歹。安尼到底伊梦去的面梦是好梦，还是歹结条的梦？我想若无意外，大家应该拢会晓，这个王可能做噩梦。虽然经文无讲，经文一开始拢无讲明到底王做啥物面梦。毋过王对梦中精神了后，伊的心情大大受影响，已经无法度搁再落眠，可能就亲像现代的失眠患者，互即款噩梦惊精神了后的王，伊嘛无法度搁再亲像一般人，好好伫暗时来休困。这拄好表明圣经的见证，无论一个人安怎伟大，就算是亲像君王尼布甲尼撒遐尼丰盛，统治当时圣经作者所知影的全部世界。毋过，即款的王，伊永远毋是神明，也毋是上帝。虽然伫古早的社会中，人民普遍拢将君王、皇帝当作是神明的化身，还是上帝的囝。毋过，我要问，神明还是上帝会做梦吗？神明还是上帝会因为汉民做噩梦，致到心情乱糟糟、困袂去吗？我毋知影咱敢捌想过上帝敢会做梦？我毋知影上帝是毋是会做梦，总是我真清楚，人会做噩梦，嘛会失眠，因为咱加减拢有即款做噩梦还是困袂去的经验。对这个角度来看，无论一个人伊的地位有偌悬，权力有偌大，偌尔富裕，就准是古早的君王迄款，因嘛会做梦，而且真可能，因是梦见小连线的噩梦，致到这个英雄好汉，也免不了有心情苦闷的时阵，安尼要安怎？当你做噩梦的时阵要安怎？当一个王，伊因为做噩梦，心情真歹的时阵要安怎？真简单啊，找一个了解面梦、知影安怎解说面梦的专家来解梦，安尼毋就好啊？所以伫故事中，真可能做噩梦。精神以后困袂去的王，伊就随时找来专门负责解梦的顾问来帮助伊。无拍算，当这专业解梦的顾问，互人找来王宫以后，王毋若无对这顾问讲出家己做啥物款的梦，伊反倒要求这官员将伊的梦详细讲出来。佮着爱伊解说梦的意义，若是因做袂到，王就要斩断因的骹手，连因的厝也要变做粪扫堆，结果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请问，世间哪有这款道理？如果王需要人来解梦，上至少伊嘛爱甲对方讲，
家己到底做了什么面目才对啊？哪有人什么代志拢无爱讲，佮颠倒要求别人将家己无讲的面目讲出来？这敢毋是强人所难？自古以来，真侪皇帝迄是专制独裁的统治者，因对待身躯边的人神甲人民，就是即款阿爸残酷、无讲情理。这拄好咧指出，但以理书的作者写这本册的时代，迄个怀霸的君王，就是伫公元前第2世纪统治犹太民族的叙利亚王安提阿哥第4世。伊就参像故事中迄个做恶梦无爱讲，佮要求别人讲到底伊的面目是虾米的王尼布甲尼撒。面对这款的王，怀查也直赞，这款无合理的要求，这个顾问要安怎？因只好再三恳求王将伊所做的面目讲出来。毋过故事中的王，无论安怎，就是毋肯将家己所做的面目甲别人讲。啊，这到底是虾米原因？如果咱若比较圣经无共款的版本，咱来分析但以理书第2章第2章第5节，咱就会当发现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甲现代台语的圣经。伫第2章第5节，拢记录王对顾问讲：“我已经决定，爱恁将我的梦甲我讲，佮解说互我听。”总是好好本修订版的圣经，还是台语汉字本的圣经？伫这节的经文是翻译做：“梦我已经袂记哩啊。”安尼倒一个翻译较对？一种的翻译是咧讲，我已经决定，王已经决定，恁爱将梦甲我讲。另外一种圣经的翻译是讲，梦已经袂记哩啊。啊，这个意思共款吗？这款翻译的意思甲有共款？咱若是根据现代台语圣经的翻译来看，咱检采会感觉故事中的王怀霸。无讲道理，为虾米？因为伊讲我已经决定，你爱将梦甲我讲，安尼敢毋是真无讲道理？毋过若是对台语汉字本的圣经的翻译来看，王将家己的面目袂记哩，想袂起来，这毋是啥物奇怪的代志。就算是一般人，咱嘛会出现这款的现象，记袂起来拄拄所做的面目。现代心理学家对人袂记你所做的面目有真济无共款的解说。总是今仔日，咱毋是要伫遮来讲解说面目的理论，所以我想要用3、4当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反笑》来说明王的无合理的要求。毋知咱大家敢有看过这部电影？有看过，请举手。哦，好，多谢吼，请放落来。所以安尼我讲，恁应该知影吼。其中《反笑》这部电影有一句真出名的话，安尼讲：你是真正袂记哩，还是安怎？还是真惊会去想起来？咱对这个角度来看，王对遐个顾问所讲的无合理的要求，真可能毋是伊袂记你家己所做的面目，颠倒是面目的内容对王来讲伤恐怖，互伊根本就无愿意去想。毋过伫王的心内非常清楚，这个恐怖的梦、神秘的面目，互伊加想一秒钟拢无愿意去想的梦，毋若对伊来讲真重要。甚至对伊所统治的国家也非常重要，所以无论如何，伊拢着爱找着人，将这个面目的意思解读出来。问题是，王宫内底专门负责解梦的顾问遐尼侪人，
什么人到底什么人才是有真正的智慧，会当解说王的梦，较毋是亲像一般的网络神啊，凊彩讲讲的人尔。所以王真有可能伊家己想出一个办法，就亲像现代台语圣经的翻译所写的，王毋是袂记哩伊家己的梦，颠倒是伊决定爱这专业解梦的人来对伊讲伊做啥物梦，佮为伊来解说梦的意思。若是安尼，就会当认出，伫即件重要的代志中，到底什么人才是真正适合为伊来解说眠梦的人。我想王用即招，用即步来找人解梦，敢毋是真巧？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当然随时就将王宫内面的顾问甲因分别出来。其中一种就是靠说家己真够观察天文地理的才能甲聪明智慧，来负责为王解梦的官员。毋过，这官员面对王的无理要求，因一点仔办法都拢无。最后，因干那会当摕神明做借口来回应王讲：世间无人会当将王爱知的事讲出来。也毋捌有君王、大臣、统治者要求术士兼法术的星象家做这款代志。皇上问的问题实在真困难，除了神明以外，无人会回答皇上的问题。各位兄弟，请咱注意，但以理书第2章11节这句话。通讲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这个顾问强调，王的梦迄是要求因解决的难题，除了神明以外，无人会当回答。总是神明，并无点伫世间。咱对这句话就当倒并来推论，遐个顾问对神明的看法。特别是这句话，神明并无点伫世间，这是其他台语的圣经、中文的圣经拢有的翻译。敢若咱拄拄所读的现代台语圣经无翻译，我毋知影是安怎。神明并无点伫世间，这句话意思，真可能是指神明超越人世间。也甲人无往来，所以人想要了解神明的旨意，这顾问认为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偏偏伫人世间，大多数的皇帝就是想要将无可能的代志变做可能，至到伤害了伫伊统治下面的人民。如果咱对照但以理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公元前第2世纪的犹太人。因所以是反对统治因的叙利亚王，原因就是安提阿哥第4世，伊沉迷伫希腊的文化，伊毋望伫家己所统治下面的各国各族，拢会当放杀家己的宗教信仰甲风俗习惯，完全遵守希腊文化，包含敬拜希腊国路的神明，用安尼来团结国内所有的人民。会当成做一个统一的国家。安提阿哥第4世，伊为着要达成这款的目的，伊无顾惜用任何的手段来对付遐个无愿意降服这条命令的人民，特别是犹太人。经文故事中的王也是安尼，伊面对家己无法度解决的难题。伊毋但要害这个无法度解梦的顾问神煞，伊也要将所有的顾问，包含但以理甲伊的朋友，拢做伙抬头。面对这款的危机，到底无辜受牵连的犹太人要安怎？圣经作者对咱讲，故事中的但以理，一方面通过王的大臣，设法了解其中的原因。然后勇敢向王提出宽限的时间，
通互伊会当解说王的民望。另外一方面，但以理返去厝，伊邀请家己的朋友做伙祈祷，恳求上帝怜悯，来应验启示王的梦甲其中的奥秘。结果迄日暗时，但以理伫异象中，伊真正有得到对上帝来的奥秘启示。亲爱兄弟，对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记录的故事，我想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但以理面对危机的态度。其中上重要的方法就是祈祷，特别是邀请朋友做伙为所面对的难题甲危机来祈祷。对祈祷这件事，咱嘛会当知影犹太人甲基督徒对上帝的看法，无参像王宫内面遐个顾问对生命的观点。因为咱相信，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虽然上帝超越天顶地下一切所有的，总是上帝也临在伫伊所创造的世界。正确来讲，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上帝甲人类并不是彼此无往来。虽然用咱人有限的五官经验，还是用咱的理性，咱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旨意。总是上帝愿意照着伊的话，就是圣经，以及伊所创造的世界，包含咱感觉非常平凡、一般，还是包含咱家己无介意的人事物。啥物是咱无介意的人事物？可能真济啦。若是对我来讲，蚊仔是我最无爱的物件，我最无爱蚊仔。对咱来讲，咱无介意的人事物，可能有真济人会回答是咱的对敌。上帝通过伊所创造的世界，毋管咱介意无介意，就算是蚊仔，就算是咱的对敌，上帝嘛要咱来启示伊的旨意甲奥秘。其实奥秘这个字，就是但以理书这本册上界重要的字眼。我想圣经所讲的奥秘，并不是迄种你完全无了解的代志。奥秘，我认为是非常普遍的人事物，总是你唔知影其中所蕴藏的意义。举例来讲，当咱读经的时阵，咱敢若停留伫经文字面，还是故事中字面的意思，抓准上帝旨意，不过就是如此那尔。若是安尼，咱永远无法度了解上帝通过圣经要启示人知影的奥秘。还是当咱出外游山玩水的时阵，好比讲，当咱徛伫海边仔，享受大自然的风景，佮听见有海涌一阵一阵的声音。若是咱敢若停留伫这款的所在，却无进一步去体会海涌将来无增加，嘛无减少。安尼，咱永远就无法度了解上帝创造生命的奥秘。譬如讲，当咱有时伫人生中面对死亡的时刻，就亲像海涌起起落落，有时出现，有时消失，总是海涌永远无结束，也无消灭。迄是因为海涌的本质是水，正做水的海涌，伊的存在有真济无共款的形式。有时伫日头照射下面，海水会变做水汽，正做天顶的云；有时佫对积聚的云变做雨水，压落伫地上，最后流转去大海。亲爱兄弟，咱人的性命嘛是安尼。
咱人的性命包含死亡的奥秘，也是安尼。所以，当咱掠准家己啥物拢知影的时阵，真可能事实上你根本就毋知影。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奥秘。除非迷茫甲奥秘的启示者，就是咱所相信的上帝，拍开咱的内心的目睭，安尼咱才有法度了解上帝的旨意。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学习故事中的但以理甲伊的朋友，谦卑伫伊的面前，恳求上帝赏赐智慧，通互咱知影安怎生存伫今仔日的时代。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虽然阮无法度亲目看到你，虽然阮无法度用手摸到你，虽然阮无拄有法度经验到你全然的存在，总是通过圣经，通过你所创造的世界，你已经向阮启示你的临在。主啊，愿你拍开阮的目睭，愿你也赏赐阮教育的智慧，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启示甲奥秘，帮助阮会当生活伫这个艰难的时代，伫这个时代中顺服你的旨意来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两位兄弟，佮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这段教会建堂的事工。我要特别感谢咱教会伫真困难的时阵，有缘欢喜接纳这段教会来到这个所在，大家请安报告我们建堂的事工。当去年的时阵，我有机会转来这参加红牧师娘的个别礼拜的时阵，嘛有拄到一撮朋友，有甲因请教，讲敢会当互阮这段教会来这甲大家报告募款，我要建堂的事工。迄当时，永德长老甲我讲，其实这间教会还佫真困难，听伊讲经常费，还佫车字，还佫有咱起造的这个教育综合大楼，嘛还袂行了。所以我伫迄个时阵提出这款的要求，对这间教会当地的中级还是同工来讲，其实因应该心内负担真大。我嘛感觉讲安尼就毋通勉强。总是今年年初的时阵，我接到黄牧师敲电话给我的时阵，伊讲会当互阮来遮请安募款，我感觉真意外，嘛真感谢。这段教会真歹势，这个相片可能真细啦吼，这是足早的相片。这段教会是伫1974年，为着要将福音传予逢甲大学的学生教职员所设立开拓的教会。所以，这段教会对于1974年49年前设立的时阵，就已经甲逢甲大学的这学生有真密切的结连。总是49年过去，教会踮伫大学附近的一条巷仔内底，有拄着真侪困难，有停车空间的问题，毋是讲停汽车啦，阮是连停奥多摆、行脚踏车拢发生问题，因为迄个所在学生真侪，做生意的人真侪，所以出入足困难。49年过去，伫即款真有限的空间在聚会，
可能30-40当前要多忍受，毋过到伫现在时代愈来愈困难。佫第二个困难，是我看上界严重的问题，就是教会。你看相片遮，教会是即个烧连线的建筑物，咱一般讲，甲伊叫做是犯厝。教会是伫一排犯厝内底其中的一间啊。即种犯厝的问题，若是有大过的兄弟，可能就较清楚啦。伊的壁是烧连线的，所以教会咧礼拜的时阵四边的厝边真艰苦啦。为虾米你敢知？因为咱是伫礼拜日咧礼拜，咱唱歌吟诗上帝，真好听，真快乐。毋过咱的厝边真艰苦啦。毋是因为咱唱歌无好听，是因为伫礼拜日的早起，因还咧休困。咱毋通怪因，咱毋通怪咱四边的厝边是安怎礼拜日遮尔晚起来。这毋是因的毋对啦，因为因真有可能拜一到拜五，甚至有的人到拜六，还搁咧工作，真无简单。礼拜日有一天通休困，想要困较晚咧，结果隔壁的教会乒乒乓乓唱歌，甲因吵甲拢无法度困。所以遮尔侪当过去，我去西屯教会牧会。今年进入第7冬，应该是第8冬啦，第8冬，上至少都有3遍。阮礼拜了后，出去伫教会大门以外，伫遐招呼，就是你即摆看到相片，即个空地啊，即个所在，伫遐咧招呼的时阵，捌有3遍，互人对楼顶泼水落来，因为因感觉阮真吵，这就是点伫一个。巷仔内底，佮特别是犯厝内底教会一个真大的困扰、困难。所以30-40冬过去，阮一直想要另外找所在来起新的礼拜堂。毋过伫即款的时代，伫台中，你要另外找所在、找土地来起礼拜堂，敢有遐简单？非常困难，因为会友累积。奉献的这个建堂的金额，永远对袂着土地起价的速度。所以30-40冬过去，虽然一直想要刷出去，毋过就是无迄款拄好的机会。伫阮常要放弃这款的想法的时阵，当然，阮伫这中间嘛有经验到侪整合意见的困难，所以阮嘛有拄着一撮教会风波，兄弟姊妹对建堂有无共款的意见？这可能是真侪想要建堂的教会拢会经历过的过程。伫阮看非常困难，在人看实在是无可能的代志。总是圣经安尼讲，在上帝。凡事拢会。阮伫2019年有去买到一笔土地，伫即马真发展的经贸园区。台中的经贸园区过去是空军基地，旧的空军基地刷走了后，遐成做经贸园区，是现在非常发展的所在。所以，阮看这笔土地。是上帝所赏赐予阮真水的土地，互阮会当阁继续伫遐来拍拼做校园福音的事工。所以2019年，阮买到一笔104平土地，一平56.4万。所以，干那买土地就已经开6000万，将近6000万。教会无钱。甲新楼合作社借钱，总是要起礼拜堂，毋是干那买土地尔，着阁爱有钱来起迄个建筑物。这是阮即马教会新礼拜堂要起的所在。我拄仔有讲，
谁要买遮尔贵的土地，是因为将来迄个所在，逢甲大学新的校门会转向，阮所买的土地。佮第二，中国医药学院新的校区嘛已经有大部分的教职员学生刷到迄个所在，所以将来新礼拜堂若起起来了后，教会就成做即2间或是3间大学的中心点，成做学生伫遐出出入入的所在。所以，阮看即个所在是真好的所在，会当互阮继续来做福音的事工。所以，虽然土地真贵，阮嘛感觉讲应该将即块土地甲伊买起来。买土地了，当然就是爱起礼拜堂。这就是阮将来要起的礼拜堂。阮地上起2楼，地下起1楼。因为即摆起的即个建筑物拢有容比率的问题，毋是讲你要起真济，你要起偌悬就当起偌悬，毋是安尼。佮因为阮买到的土地是角地，角地意思就是讲你2边拢爱退，2边拢爱退6米了后，阮地面上会当起的空间剩无到40平，所以无法度，只好挖落去涂骹。将主礼拜堂甲伊放伫涂骹地下1楼，这就是这个模型所做的所在。你若看迄个树仔下骹，迄个空间，迄就是主礼拜堂。这是这是旧年的时阵啦，旧年的时阵，阮开工破土的礼拜的情形。这是怪手在施作的工地情形。这是对空中落翕104平其实无介大啦总是阮用有限的资源来起造这礼拜堂。即马已经起到，这是今年的相片。即马已经起到这个地上2楼拢好嘛已经灌浆灌了过来就是装修的这个装修的工程这是还未地上1楼2楼还未灌浆以前阮所翕的相片我要甲咱大家报告，因为教会买土地已经无钱敢若会当用上简单的方式来起地上2楼、地下1楼。阮请厂商来估价，2009年估价的时阵。用上介简单的这个起造法，无包含设备，无包含装修，厂商估计是2200万。总是2019年估计了后，也未当完全开始起因为你着爱搁申请建造。若是财团法人要申请建造，我想咱在座的黄牧师应该足清楚非常的麻烦所以，阮甲为着申请建造时间，就拖2冬。伫2001年的时阵，阮甲得到对市政府发出的建造，迄已经是2021年的年底10月时阵。所以，阮着搁再开小会，开信徒好会，邀请所有的兄弟来决定，是毋是真正要来起礼拜堂。所以，阮就搁请厂商，共款的厂商来估价，经过2冬，你又敢若搁是2200万？已经毋是厂商估价照原来地上2楼、地下1楼，估价出来了后，变做3680万。2冬尔，为虾米会变安尼？原物料起价，钢条、钢筋。阿门土拢起价，佫有一个上大的原因，就是战争。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才会起造的这个成本增加。所以经过2冬了后，阮请厂商来估价，变做3680万。伫要召开信徒和会进前，小会员非常烦恼，因为伫2冬前。阮嘛有开信徒大会，邀请所有的会员来决定是毋是要按照
厂商估价的金额2200万来起造礼拜堂的时阵，2当前迄当时就有信徒伫咧嗷嗷念，哎哟，遮尔贵，是要安怎起啦？吼！所以2当了后，起造的成本佫增加，小会员非常烦恼，安尼确定开信徒大会时阵要安怎？无拍算迄天，我准备要徛起来，伫主持信徒大会时阵，接受信徒会员的质询。无拍算，阮迄天信徒大会敢若开无到10分钟就开了，大家无其他意见，一直通过。礼拜了，我非常惊吓，我讲太变做即款的代志，谁哪会安尼？2当前较俗的金额2200万，大家都已经足侪意见啦。谁安怎2当了后，起造的金额无减少，颠倒增加遐尼济？信徒颠倒无意见，我毋知影到底是啥物原因。后来我想想的，我推测是即款的原因。即2当来，西屯教会得到侪上帝，互阮想袂到的恩典。当阮去无共款的所在，遐个无熟悉、无足熟悉的兄弟，报告西屯教会要建堂。都有真侪人受感动，欢喜甲阮做伙来起造上帝的家。我甲若讲一间教会见证就好。有一间教会，我去牧会了后，有一个姊妹，伊坐轮椅来甲我讲，因为阮教会还佫有为着建堂来预备吼。今仔日阮来到这间教会，我嘛有事先甲黄牧师讲。毋知该当用阮教会来遮为着建堂来预备，所以阮出去每一间教会差不多拢有预备。有一间教会的姊妹伫我礼拜了后，伊来甲我讲牧师，拄仔你讲道的时阵，讲到建堂的事工，我就已经有奉献啊。结果恁伫报告的时间，佫讲恁有为着建堂来预备一撮产品。我就想讲，我嘛来甲恁斗支持。毋过吼，我去迄建堂的单位看来看去吼，伊坐轮椅啦吼，所以伊讲拢无啥物物件较适合我啦。啊无安尼，你将即笔钱，我准备要来即个买即个预备产品的钱，你搁摕去，我要诚做建堂的奉献。我将即款的故事带转来。类似即款的故事，带转来惊我牧会、西屯教会会友做伙分享。我甲因讲，虽然西屯教会是一间无到30户的家庭咧聚会教会，要去经迄款的金额，土地加上建筑物，还佫后来装修设备的金额，可能爱到1亿。30户的家庭，咧聚会信徒的教会，要安怎去负担这款的金额？用人来看，实在无可能。总是上帝伫头前为阮开路。类似这款的姊妹，阮无熟悉伊，看伊的情形，嘛可能真艰苦，坐轮椅，毋是啥物真好过生活的人，总是伊有感动。伊愿意甲阮做伙来起造上帝的家，所以当我将即款的故事带转来到伫西屯教会分享的时阵，即2当来，我相信西屯教会兄弟因家己嘛有看见上帝为阮伫头前开路的心热，所以我想真可能是即个原因。伫2001年，阮第2遍开信徒大会时阵，决定要用3680万来起造即个到新礼拜堂的时阵，10分钟就开了，拢无其他意见。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愿恁也会当甲阮做伙同心来起造上帝的家。多谢。
咱做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159首，圣诗第159首，注定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起立。请坐。这时，咱要为下面事项来祈祷。第一位，台中西屯教会新建礼拜堂甲福音宣扬；第二位，缅甸地选队前往缅北宣告安全；第三位，暑假儿童营古籍写信比赛筹备，请咱同心来祈祷。这时，请蔡林杰执事带咱做结束祈祷。仁慈的上帝，你疼世人，甚至赐落独生圣囝，求你互阮因着信，无得灭亡，反得永生。你设立教会，托付阮来实践你的使命，因为安尼。教会伫7月份办理儿童营，8月有古籍写生。为着实践你的使命，张牧师带领会友去做新的西屯教会。为着你实践你的使命，进兵协会安排宣教师到缅甸宣教。主啊，你知影阮的欠缺
不足。总是你是奇妙大能、眷顾启示阮的上帝，求你保守阮所做的工，互教会活动平安顺遂，西屯教会的起造工程顺利，浸兵协会宣扬福音无受阻挡，坚固阮的心，通互阮甲厝边分享你的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第一，感谢台中西屯教会设教40多年来，除了梦想社区甲大学学区外，也培养出20位传道人。今日张仁和牧师来讲道，咱拍拍来感谢。张牧师青年是伫咱教会聚会，去年带领西屯教会伫中国医药大学边起新礼拜堂，请兄弟关心甲奉献。第二，新学生连云乐今日伫第2场礼拜中实施讲道，感谢伊去年7月来本会实施，参与学生、社生等复赛实施，要伫5月底告一段落，愿上帝继续带领一路头前的道路。第三，济南圣经学校全教的演讲会定伫5月28，早起11点举行，邀请历史档案馆主任罗克明牧师主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青年大专运动。第四，
5月28圣神降临节要举行新礼典，请已经领受新人洗礼也是更新的兄弟，准备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宴谢。若是有准备要接受洗礼也是更新的下，请牧师来报名参加洗礼课程。第5，七星中会性别公益部新合礼拜日要举办教会性别事件防治讲座，定伫6月初3早起9点半举行，欢迎参加。第6，儿童主日学福音大会定伫6月11早起10点举行，新进行亲子闯关，大人囡仔各分别有见证分享甲团康安排，中昼午餐，请大家邀请亲人、朋友的家庭来参加。第7，今年暑假儿童营会期间7月3号到7号，需要预产同工、亲戚人同工，若是有意愿参加的，请临摄像电脑也是办公室来报名。第8，今年暑假儿童营会定伫7月初3到7号举行，时间是透早8点到下晡6点，欢迎大家帮你的囡仔线顶报名，也是临摄像电脑，也是办公室来报名。第9，2023年国际国际日写信比赛定伫8月初5到13举行，即日起接受线顶报名。具体的消息，戴志祥牧师早期毕业伫台南神学院担任牧师，后来从事医疗工作，伫5月14安享主怀女婿89年，愿上帝安慰甲尽遗嘱同在。个别礼拜安排伫6月初4下晡1点半，地点大礼拜堂。讲座消息，中华教育部举办好好受气、好好讲讲座，讲员胡瑞芝是台神灵性之乡助理教授，时间是5月27拜69点伫美院小礼拜堂举行，邀请中职主流校长、老师、家长同工来参加。团契消息，其他消息大道事项顶周奉献侍奉人员，请咱家己过目，请牧师介绍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是西屯教会的兄弟王瑞冠、陈秀芬甲张玉贵。我知影牧师你嘛伫中间请起立，欢迎，请坐。咱爱特别为着西屯教会的这个建堂为伊来祈祷。愿上帝来帮咱，互咱彼此互相来联系，来兴起上帝的教会。接着来介绍是月儿节的后生刘之琳来请起立，欢迎。来介绍咱中间陈威义对英豪过来，欢迎欢迎。来介绍范炳添牧师夫妇伫咱中间，范炳添牧师夫妇，欢迎。请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赐阮甲咱每一位三支地。最后来吟信息382首，信息382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金枝山请牧师，请丁牧师祝祷，请起立。
咱做伙来领受天顶的祝福。全能的上帝，愿你宽容的神该做阮，温柔的神引带阮，稳定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这事到永远。阿门。请坐，别倒避讳。若是需要带倒兄弟，请来到那边外面这路迄边后山骹。